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，今仔日第一届来召开着会议，由总统赖清德来主持。这会议的焦点之一，就是台湾2035年电力供应的议题。这个支持甲反对核电的人士是正面来交手。 核电保留和废掉的问题，有关咱台湾能源建设方向。8月7日，今仔日这一天，气候委员会由总统赖清德亲身主持，参加委员同齐讨论议题。副召集人董主宪就先讲，反核人士讲核电不是发电的主流，我要说明这个观念是唔对的。若成员会再参加亚太饮食博览会，嘛讲到核能的看法。核能是所有的能源。 在现在西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之一了。非核家园的目标我还是遵守着，例如说未来氢能，或是说新的核能，或是说各种的减碳的工具，这个都是可以去讨论的。希望开会会当听到各界共识。开会委员有产业、政府、学术和民间团体，拢总24个人，由赖总统担任召集人，副召集人包括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、中研院院长 廖俊智、核小董事长董主宪，顾问由中研院前院长李婉忒简由新出任。委员会成员别方解释做是替能源政策可能的转向，写出信号，保留派和废掉派会正面对象。今天才第一次会议了哈，不会一下子就进入这个状况。那我想今天这个会议。 据我所知道，是个开始哦，并没有说下午是什么核能、永核跟反核的辩论，有一些数据没有很充分的话，把那个数据端上来公开的讨论，这个就很重要。根据了解，赖政府政令7月内底拓定价今年得要上路，环境部门说明即卖进度，无论核电要支持或者是反对，希望透过委员会平台会当取得共识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